但是到轮法的时候，就难度就变了一下子就变得很高啊。哦，好啊，那我们还是祈福文殊菩萨了。拉玛登公布讲白样了，恰切了，看给了这对面真正人大南大热塞，今年推广继续支持的那个多个来帮子，看到西边尊上某人民族都爱去社会。著作观了普及大致演了出去杨点松，主打切着年木年龙来给加州这在进，马里面些都爱牛个今年就在这南，对呢他进社区他是原点绿洲也是都有个。就长就当就你现在大陆面是江北养了对，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我妈的把咱那的今年去给看着为谁去？大陆的木明白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我在读书。上周还没有上完的，我们还剩下2、3章嘛，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吗？哦，你这7月去的，你这7月去的酒吧，是吧？你这7月去的酒吧，结构做是主语，你这7月去的酒吧。啊，所谓的"呢"这个助词，有点像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一个主要的依据它来说明，像这边所讲的结构奏诗是助语。像中文这样翻的话，可以理解吗？啊，也就是说，这个拿撒念那个助词啊，如果是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前面的那个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或者是我们通常一般是做那个事情的人会讲作者嘛，对不对？但是虽然这个不是作者，但是念助词前面放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了是最主要的，由他来做什么什么，由他那个。像我们例句来看一下啊，像我们这边的 "Lopton 呢，俺做实际点呗，两件事者 "Lopton 呢，俺做实际点呗。两件事者 "Lopton 呢，俺做实际点呗。两件事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Lopt" 就是学校嘛，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这个句子一般来讲是学校交给我们一个光荣的任务，他是这么说，对不对？所以谁交给你们是有学校，学校就是一个交给你这个任务的可以说
主语嘛，这边翻成了主语，所以那助词的前面它就变成主语啊。所以俺错的是我们嘛，对我们呢，实际就是光荣。那实际上点不就是具光荣的，两个就是任务，这就是给嘛。所以两个这个心就是一项任务，这个心呢就是相当于一项。位置这里虽然没有不像我们重格的这个含义是，即便没有，但是这里呢是这里所讲的切布就是一个其实是做这件事情的那个，那所以这边呢就是主要是学校，其实实际上学校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是一定会学校里面有一个校长也好，谁给你们这样的任务，对不对？如果是在追踪的话，那学校的老师或者学校的教导主任或者是校长给了我们那所以这边的 NASA 呢用法就是把它区别区度，虽然这个学校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所做这件事给这件事情的主要的主要的那个对方，但是这边所区别区度就是它学校就变成了学校就变成了似乎变成给这个任务的主语，就是给这个任务的。虽然给这个任务的是一定是背后有一个人会给嘛，对不对？所以学校就类似变成了那个主语。如果学校改成校长就可以用作格对，校长的话那就是作格了，对，那就校长就变成了作格，就是作者了，后面的你就变成作格作格不是作格的话，它是有五个作格的那个助词嘛，所以拿三呢不是任何一个。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前面放校长的话，那个你就可以改成那个作格可以改成作格，可以改成作格，可以。像我们说是labje unzin ki 就 ki labje unzin ki 按照实际点边两个是这，所以就可以改成那个作格的那个助词。我觉得按如果改成校长的话，就不能用了，对不对labje unzin呢可以也可以可以labje unzin呢按照实际点边两个是这，可以但是那个 NASA 呢，就是不是作格的助词嘛？但是你可以这么说，我们这文字呢，按照实际点两个是这，可以那上面那个失事就代表任务失事。这个吗？失事，做失事，布施的事情那所以是给他，就是给我们一个任务，任务就是失。失事就是任何事情吧，不一定是任务，我们看第二个例句吧，你也可以把它任务是看成失事，它失事不等于任务。任务把它看成失事。这边所讲的做失事，
但是事不等于不一定是任务。계급 내 채시 sarpa laktar chegutuk 계급 내 채시 sarpa laktar chegutuk 계급 내 채시 sarpa laktar chegutuk laktar chegutuk 계급就是国家嘛，所以从国家从这个国家也变成了这边的主语啊，就是主要是主语。那样国家做了什么呢？开始什么呢？切西沙巴，新的计划，沙巴就新嘛，对不对？切西就是计划啊，新的计划。那藏文的话，那就是一定是把动词在这前面嘛，对吧？啊，且国族就开始实施，实施就是国族，国族就是实施。就是应该也可以讲的，开始实施就是拉达切国族，拉达切国族就是确实是在开始运作了，所以拉达切拉领导了，就是只是在口头上讲，如果是你实际没有做，就是拉领买到啊，拉领拉达马切吧，或者说拉达马切，只说。对，只说没有做，看点谢，拉达马切，拉达切就是，其实你实际做了，运作了就拉达切。一般的拉我们是手嘛，对不对？手，就是实施做了，所以拉达切个做切个做就是开始嘛，就开始实施，国做就是开始，对不对？但因为可以这么说，国族就是开始，那拉达其实就是实施啊。我刚刚把那个国族说成实施，是不是啊？所以就这个国族就是开始，实施就是拉达其，实施就是拉达其。拉达可的确实的拉达可对几个人，虽然我们通常有些计划，但是那个计划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还没有实施。你要问的话，可对如何实施？拉达可对几个人？确实确实的拉达可对几个人？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实施？确实计划嘛，确实的拉达可对几个人？什么时候实施？我们说，通常我们藏文里面有也，泡是藏文是钵嘛，钵，水泡，那是钵啊。拉巴达巴是钵，看一下拉钵是不是这个句？去钵，对，那个钵。拉巴达巴是钵吗？是吗？查到了吗？水泡钵是吗？钵对不对？应该不是吧？对，这样对。这个吧，拉巴钵，卡切去一钵。
我们有一个俗语或者一个卡谢出一波拉林塞的给提吧，口中说卡谢就是我们口说嘛，口中说的是如像那个水泡，如水泡一样，一直不停的做流。但是实施拉林实施塞的给提吧，塞的就是金子嘛，金子。你实施的方式是跟金子的那个一体，就是一滴就是连一点点，就是你做的是跟金子的一体。对，金子的一滴，那个金子是很宝贵嘛，那它流出来的一滴也是很宝珍贵，所以拉林塞的个地方，就是这是。你做的事情是像金子，你都还觉得讽刺嘛？就是没有做，对。对，对，就是没有做的意思的。说出来的时候跟那个水泡一样，就是一直都在，对，冒泡。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就是你都是跟金子的那个一体，拉林塞个提波，对，提波是就是一体的那个提波就是一体就是提波这个提波呢，一体两体，拉林塞个提波就是非常稀少的意思，你做起来的这个事情非常稀少，拉林塞个提波，开始出一波。所以这拉达的切物就是实施嘛，拉达的切、拉连切这两个也一样，可以意思差不多。拉达的切、拉连切，这个拉连就是其实拉连是字面的是手拿嘛，就是用手拿是拉连，就是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实施的意思。락린 최고래看见凭个嘛嘞，嘴说没有用，要做，是吧？看见像你凭个嘛嘞，락린 최고래。所以这边的拉萨内这个呢，也是前面那个国家呢变成了主语啊。罗本内，朗多，朗屯基，加罗纳，罗本内，朗多，朗屯基，加罗纳啊。那所以这边的主语呢是罗本就是导师嘛。导师，一般的 lob， 一般我们同大讲的 lob 就是学嘛，对不对？本就是本部，就是本部的就是上司，就是在你上面的那个主管，也可以讲本部啊。那这两个 lob 本。结合起来呢，变成了就是导师，所以从导师那个说，浪就是取，头就是蛇，所以浪多就是取舍，浪多，那取舍什么？람顿就是教导，람本身我们是道嘛，对不对？顿就是开导的意思，所以람顿呢就是教导，直接翻译是教导，后世是教引那我们这边람多람顿取舍之道，
我们把直接翻成那个南是道嘛，对，那取舍之道。galop 呢就是教言，galop 就是教言。nang 就是做的意思，做了这件，就是导师呢做了这件事，说了这件事。nang 是làm đến切，làm đến nang 一样的，nang 就是敬语嘛，对。这个 làm đến 就是làm đến 呢，这个端也可以说成这边是传授嘛，导师传授取舍之道的教言。传授呢，那就是端的意思，端。판매 làm đến呢，给làm đến呢，就是你làm đến不就是一般是làm đến不直接字面的含义就是你不知道路，人家是指你路，指路，就是直接理解这个字的话，làm đến就是指路，làm就是路嘛，đến不就是指，那指路。字面看指路，然后就是你道路不知道，你会请教别人这个路怎么走，làm đến哪是吧？就是给你指路。那就在这个是不一定是我们这边的làm，不一定是我们一般的道路，就是任何你在学习方面的开导的时候也是làm đến，所以教授就是传授galop 就是教言，lop 是学，对 lop 是教，但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不能说是教，galop 就是一个教言，对。因为嘎是他说出来的言语就是嘎，就是因为比你高，比你的层次来讲，上师或者老师他们所讲的，我们都会讲嘎嘛，嘎。或者佛陀讲的经，我们就会讲根珠，佛经，根珠是不是？佛经就是用根珠嘛，而且那是不是有些那个论点里面，提到这个尬的时候是在讲经？对，对。但这个字就是指经。对，佛说经藏文里面的话，经就是尬，经典里面讲尬字的话，就是那个经不是，那这句话说，导师传授取舍之道的教言，这边的作诗式的主语是 lop 嘛，对。那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传授嘛，对。他是做传授这件事情。对。传授这个取舍，对，取舍之道。所以这个句子里面用了这个从格的这个念助词，但是前面就当这两个都是一个主语主语我觉得作诗是主语的用法不能用得，只能用呢吗
lop 这两个做的直接也个不来哦，对，这个不能用来，对，都是用 lop 来，这个没有这个用来的话，没有这样的句子，没有人这么说 lop 这两个做，只能这边只能用来，对。这个句可以吗？啊，那好，那你这参照词的句啊，那你这参照词的句吧，你这参照词的句吧，参照是连接嘛，连接，所以我们所谓的重格的那个。那助词呢，也可以运用在什么呢？连接词，连接参照词的就是以连接的方式运用在这个句子里面啊。那啥那这个词，这个助词，什么样的连接用呢？我们就看下面的一个例句啊，我龙眼铁。때네 벽이 내당 신송 네 롱예디 때네 벽이 내당 신송 你看我自己对不对？我做了什么呢？我看了电影，这个电影龙烟就是电影嘛，log 本身是电。念就是那个像，影像，念数念影像嘛，所以用电所显现出的电影嘛，这个应该是直接用中文来翻成的藏文，这个藏文也是直接用看电跟影老年啊。电视吗？电视不会说电影，会用电，但是不会讲到影像啊。那个时候是宋年龙天，宋年龙天啊，宋年不是龙天，一般龙天是我们收音机龙听。那接下来有一个可以看到，不仅是有声音，而且也可以看到影，所以宋年龙听宋年龙听是不是？我们以前学过这个教过宋年龙听。年是这个年，然后属我们色那个色可啥就属卡啥属年龙听。所以我看了这部电影，铁指的是这个电影带就是看嘛，你龙年的带的票带呢？我看了这个电影，后有影响什么？造成了什么？所以这个呢是连接嘛，也就有点像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那发生了什么事情？票给呢当，票西藏对。票给内档就是西藏的状况，内档就是状况。看给内档看得多，你的状况如何看给内档，这个内档是状况。内档，我们平常问别人你现在状况如何？看给内档看得多。看给故事跟内档看得多，你的身体的状况如何？看给故事内档看得多。后者你们也可以不用讲
古书里面直接讲属部，키랑기属部内当看得多，内当，属部키랑기属部内当看得多，就这个句子就키랑기属部内当看得多，内当就是状况。계란기 계란기 수프内当，我们这边用了内当，계란기 수프内当。看得多，你的身体状况如何？看个是不内当看得多，看得多。那我们用的在口语里面是用看得嘛，对不对？这个是看得多，又加一个啥呀？看个是不内当看得多。那我们有学过那个问句的时候用，如果是书面语的话，再加什么？在后面加什么？问句 question mark， 对啊，如果是书面语的话，再加一个 come， 对不对？看书面的大看得多。对，如果是书面语，又加一个 come， 但是我们口语不会用到嘛，这个不会用到，口语的话不会用到，就看个是不内当看得多。所以我们现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内当，内当就是状况，内当。那从格的这里用法是内，就是它主要是一个连接词，用在连接。连接，所以这个拿散念呢，不仅从格里面它有其他的含义，就是刚刚这边所讲的连接词，然后是主语这一类的，虽然是在用的是念，但是从格不一定是从格的那个里面所讲的那个含义，所以这里的念不是从格，真正的那个从格的含义不是那样嘛？是念，就是它是主要在这边是连接词，那前面那个是主语来去看待。这几个分类是书网论里面不会有提到这几个分类但是我们平常会出现。有这个做那个从格里面那拿散念这个助词，我们通常都会在句子里面，在文法或者在经典或者论点里面都会出现这一类的助词。那你只能知道前面分类的几个，除了其他前面从格前面有分几个，对不对？除了那个以外，你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去了解？你怎么说这个从格这边的用的念是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个时候就有好几个作用出现，不一定是在技术里面所有的念龙年的点呢，配给念当先松，配给念当先松。对，现松是了解，谢是了解，那松就是过去式，我已经了解。你要把中文的话，我已
松是去的意思的，轻松啊，赖松，类似于他已经去了，已经来了。谢松，说谢松，对啊，给这的是谢松，这个话是谁讲的？给这的是谢松。哪有发音不一样啊？说了就是谢，给这的是谢松，谢，菩萨的谢。现在是知道的谢，那当谢松谢，谢，你们觉得都听发音是一样吗？菩萨的谢，菩萨的谢，谢，下整部谢萨谢。下整部谢萨谢，下整部谢下整部谢萨谢后面那个菩萨塔谢就是你们有点谢谢的那个谢啊，谢谢的那个谢说的那个谢啊，谢谢就是那个发音是完全一样，谢谢就谢，我下达谢。那这个呢谢，下等我谢啥谢谢。那个中文的话，因为中文好像这个字是一样，下等我谢啥谢不是，那你们翻着，你们说成你们那个细节的那个细吗？那这个是没有那么，就是有点那个它是谢，不是细，谢，谢不是细啊，是谢，谢讲到我们谢谢的时候，会稍微会张开，怎么谢，对，谢的时候是不太会张开，谢就是从像闽南语的洗东西的洗是吗？闽南语怎么说？谢，对，很近，对，很近。谢，中文，所以中文里面这个发音比较发不出，所以就会你们会那个谢跟混淆，谢谢，对不对？前面讲了解，后面讲说，就连续讲几次有个记。谢松，对，谢松，谢松，这就是了解的那个谢松下整部，
谢洒谢，下整部谢，下整部谢。你们看啊，它有元音嘛，本来是下，对不对？现在有个有整部，所以下整部谢。发音有改变吗？一个是下，单一的下，下，我们吃的那个肉下，下，对不对？下。现在有元音，下整部谢，谢，对，一个是谢。发音有差异吗？对，谢，谢，二声还是三声？下整部谢，二声啊，谢。四声的话，谢嘛。一个是下，第二个是下整部谢。啊，有发音有四声吗？一个是一声，第一声吗？下，下，都是四声，下。对对对，下下下下下，那不是下，这种谢，不要翻成下。好了，我们这个到这里，然后是这边牛角，牛角，孔前，背呢，短度角，牛角，牛角，孔前，背呢，牛头，角，哦，短度角，对不起，短度角。所以这边的动词也是在角嘛，就是行或者是进，这个角。短度角就是前进嘛，前进，短就是前面的意思，短度角就是前进。这是哪了个？是不是？啊，扭角，扭角就是迅速。或者是加快，扭角，迅速。其实扭也好，扭步、脚步，单一的都是这快的意思。扭也是快，脚也是快，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也就是迅速。孔就是步，孔吧，一步两步的孔经就是大步，大步。步就是什么呢？加快步伐向前进。孔前步就是一般的步就是移动的意思嘛，步。那这边的孔前步就是就是起步了，步就是有起步的意思。加快步伐向前进，你起步才能够向前嘛。牛肚秀就是赶快来，我们同时脚步秀，快来，脚步秀，这里有不脚吗？
脚不秀，哦，快来快来，脚不起，快做，是不是？快做啊！脚不大，快看。脚不大，没时间了。腿知名度，脚不大，快看。脚不大就是看的意思。脚步吗？脚步就是快。这边就有2个字，对不对？单音的我刚刚提到，这2个单音的讲也是都是快的意思。脚步、扭步这2个都是。我们这边的讲是扭脚。扭脚，那你要讲是扭步，单音要加一个扭步，或者是脚步，就是快。脚步是快，扭步是快。所以脚不秀是快来，脚不动快喝，脚不撒快吃，脚不提，脚不丢，快上车，脚不摸着贼，脚不粘。脚不粘，快什么？脚不懒，脚不逆色，醒过来嘛，脚不逆色。所以虽然是这2个是快的意思，但是平常在讲快时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用这个脚。扭不秀、扭不其实比较不会这么说。不晓得其他的地区会不会用到这个，口语里面大部分都会用这个扭步，脚步，我们不是同党，所以我们有个急诊是扭脚，就是扭脚面干，扭脚，急救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扭，快的意思嘛，急救也是不是？所以这个不会说用就不会用这个，所以急救的时候呢，会用这个扭，急救扭脚。扭脚 ，job 就是救的意思嘛，扭脚，急救，扭脚。快递吗？扭停，对，扭停，快递会有扭停。扭脚面看，扭脚参吧，这是一个，它是医院里面的其中一个嘛，对不对？扭脚参吧，扭脚参卡也，或是扭脚参吧，或是扭脚参卡，扭脚参卡，扭脚参卡。或是扭脚参吧，你不写卡的话就写参吧，扭脚参吧，
恐怕就是不嘛，恐惊，所以恐怕不吧，就是有开始有形的意思，不，跨，对，跨，跨步吗？通常小孩子教走路的时候教他行，会讲跨步吗？怎么说？小孩子他走步就是的行啊。所以这里面的用的呢也是连接嘛，连接这边用接着3点序，这是一个俗语，这也是一个西藏的一个俗语。接着3点序，接着3点序，张巴达内米，张巴达内米，接着3点序。张巴达内米，所以接着就是话嘛，上就是想，话要想好再说嘛，是就说嘛，所以这个呢，先要想好再说，不要没有想随便说，那就是这个会有问题。所以接着3点序，接着3点序，这个上是想的意思嘛，对不对？接着3点序，张巴是我知道青稞做的那个张巴，达就是通常我们西藏人那个青稞，如果没有做成，我们一般会做成一团的，那个叫做巴。那张巴达是就是说。西藏早期我们也很多习惯就是青稞粉，就是那个没有做成那个一团的，只是在青稞里面呢，就是倒一点，不是酥油茶，倒一点酥油茶呢，那它就有点像你们喝面糊，对，像类似这样，不是茶，就已经很浓了。很浓的，很浓厚的，它就是达。这个达是我们用舌头来舔，达就是舌头来舔的意思。所以这个青稞呢，这个张巴是用舌头来舔，最后咪就是吞，咪就是吞的意思。咽下去，所以张巴先甜后咽。这个句子里面就已经用了2个呢嘛，可以就是先后有2个动作，对不对？先要想好，再来说。这边呢，先要填，再来验。念的这个，它的作用是连接。那个张巴舔是在嘴巴里面舔的吗？在嘴巴里面舔的张巴要先填，其实不是这个在嘴巴里面舔吗？不是，我刚刚讲那先有用舌头来。甜，还没有放到嘴巴里面吗？已经放掌包了，就是放在嘴巴里面舔的嘛。不是尝的意思。我们这边的达就是用舌头来做的这件动作，就是达。那这个时候舔的时候，张巴放在嘴巴里面了吗？还是还没
打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舌头上，这个打是动词。我知道，我是说在舔的时候是在嘴巴里面舔，还是张巴放到嘴巴里面的吗？他的意思是说，你说张巴放到嘴巴里面是用汤匙来放到嘴巴里面吗？他讲的意思是说，张巴是这样拿着用手去舔，还是说直接放进去嘴巴里面的吗？不是，这边的打的不是用手来放在嘴巴里面，不是，用舌头来去从那个碗里面，知道吗？往里面舔了。对，对，碗里面舔，完全没有汤匙。是舔是要先尝它舔它的味道吗？不是甜味道，就是打本身就是用这个动作来，你从那个碗里面的那个脏巴用舌头来去舔，弄到你的口里面。它是吃的一种方式。对。你那个舔不是舔那个尝它的味道。而且早期西藏这些过路的，就是牧民人呐、你要在路上过好几天，然后好几天过路的时候也路上没有用不到，他不就完全不用洗碗，因为自己的碗嘛，他吃完之后他就用舌头来去舔，再不干净了，然后就会那个就是打。那这个习俗呢，有些国外之类的话，那像这个习俗不好嘛，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习俗不好，用舌头来舔碗，就是各种习俗，各种不同的传统嘛。有些觉得就是这一个习俗。好，我们先休息。教育过程中，我爸爸全部的参数里面的分类全部在，对，没有让看你们是初学者。谢谢。动到了什么？这个我们讲完了，那剩下这边，今天我们3D 只有3张，2张就是2页，对吧？2页就已经花了1个钟头。列着没准备之间了就吧，这个也是列着没准备之间了就吧，列着没准备之间了就吧，这个也是在宋王论的寄送里面没有这个分类，列着没准备之间了就吧，所以这个来这个助词呢，
做对比关系联合复句的关联词语。那它是怎么去运用呢？其实 mitumba 就是一个所谓的 mitumba 就是跟前后文不一的意思tumba 就是前后一致的是 tumba mitumba 就是不一致。像我们这个看这个例句，显顿코나 두발레 랑든 남양 미뚝显顿코나 두발레 랑든 남양 미뚝所以显顿就是利他嘛코나就是仅仅，对不对？所以 group 就是承办做事 group 就是，所以也是 group 也是我们这里翻成了做嘛，这仅做利他事 group 就是做的意思，所以仅仅做利他的事，仅做利他事。来这个时候是一个转折嘛，所以我前后不一的时候，反而永远不做自利之事，所以这个时候来呢是一个，也是变成一个转折句，是不是？这边是不是有转折？仅做利他事，反而永远不做自利之事，所以让吞就是自利嘛，남양就是永远。不做，做是 줍， 米 줍 有否定，所以不做嘛。줍就是做，前面有个否定米，要是不做。人也是这个词嘛，米，是不是？人藏文里面的人是就是这个米但是现在这里是否定，不的意思，不做。所以这边的从格里面的那个来呢，是反而是一个转折句。下雨来，下面马上，下雨来，下雨来。下面马上下雨来，下面马上不是东方有肉不吃，他不吃肉下雨来，下面马上吃有肉不吃没肉的，就是不吃素不吃荤嘛，直接坦白讲的吃荤不吃素。下雨来，下面马上，那你可以改变嘛，下面来，下雨马上，只吃素不吃荤，把这个理到前面的话，下面其实没有肉的嘛，下雨就是有肉的否定下面是没有肉的不吃只吃有肉的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如果在那个下雨后面加一个撒，就比较容易理解。下雨撒，那你下雨撒，如果加一个撒的话，那这个转折就不用了。
下雨啥，那你加一个转折就没有用啊，这个也说不就是不顺。下面啥来，那后者你要加更多几个字，下雨啥我来，啥我来，下面没啥，不然不能讲下雨啥来，没有人这么说，光一个啥就没有，下雨啥我来，下面没啥。我就是那个我。对，是的，是的。你说这句话吗？吃有肉的不吃没肉的。主要是这个转折句啊，来是一个转，它的作用是一个转折嘛。这句话我还是很难理解，我会理解成说不吃有肉的吃没肉，我会理解成这样。对啊，我也会理解成吃没肉的吃。啊？我会理解成说不吃有肉的吃没肉的。不是，吃有肉的不吃没肉。对啊，没对。对啊，吃有肉不吃没肉。对啊，吃有肉不吃没肉的。对啊，但是我不会想成说是素的，我是说一个，就说这只猪比较有肉，我就吃肥的那个，然后比较没有肉的那个我就不吃它，不是。藏文不是，藏文是纯粹是下面是素。我觉得就是我的困难就是紧坐利他是哈。坐利他是那边有一个动词所以我这样很容易理解。然后雷就转折，就后面是相反嘛。但是这边没有一个动词，吃的动词，我就转不过来。就是这个动词即是连接着。按照你的讲法，最加个的下雨扫我来，下面没事。有时候是藏文里面很多一个动词可以共用。所以这个来字是一个转折句的用法，你们也可以用这个转折句嘛，造句啊，用。你们怎么用这个呢？虽然上了很多藏文课，但是来还是不会说。这不是转这是用的是虽然，那藏文是以呢什么什么什么啊。皮一讲完来给一些米酱，皮一讲完来给一些米酱，只学藏文，不学其他的语言。皮一是吧？皮一藏文嘛，皮一讲完来给一其他语言，给一些其他语言米酱，其他语言不学，对，夜了着我来，运都没着，对，夜都着我来，运都没着，或者夜来运都没着，就是如果是夜来运都没着，那如果讲夜都着我来，运都没着，只走东不走西也可以。
啊？只贪大钱，不贪小钱。超宇在可以啊，可以啊。嗯。这里嘛，是吧？嗯。我把钱得不来，我用了没对，我用没对是，就大量的钞票，是，我把钱啊，我把钱得不来，用了没对，对就是有嘛，想，我把钱得不来，我包着，我把钱包，把钱包那包加也可以，不加也，我把钱包，对不来。或者你贪嘛，是不是？啊，你有贪到对吧？对也可以。刚刚我把钱包了，我把钱包抢吧，贪，我把钱包抢不来。用了，没抢，我用了没抢，用是很少的意思嘛，用少许。我把钱包抢不来，我用了没抢，贪大钱，不贪小钱。人的本性嘛，抢就是贪嘛，对。把钱是大量的，把钱包，这是拿来个，我用是少许，这也是拿来个。再来看呢，长点蓝图，绝不来，长点蓝图，绝不来，准备蓝图，煮煮面，准备蓝图，煮煮面，长点蓝图，绝不来，准备蓝图，煮煮面。哦。场地是什么？正确的。场地蓝是正确的道路。场地，这里有个长网的那边团，长网的那边团，我们是疗愈跟不疗愈的时候，那个不疗愈是长网，这边有个长网，疗愈是野团，疗愈是野团，不疗愈是长团，这边的长嘛，就长团就是疗愈，
长短就是不留意啊，长短，长短是不留意，然后是眼短，眼短，眼短是留意，留意不留意。长短是这边是正确的啊，长短是正确，正确。正确的道路，长短嘅諗，正确的道路这边用了那个腳就是走，腳吧就是走，所以走向正确的道路，走向正确的道路。这是图拿那个就是方向嘛，你要是走的话，什么方向呢？就是往正确的道路，所以走向正确的道路。来就是转折，而不能什么，准备那么多，准备就是斜，就是错的，准备那么就是斜路。准备那么斜路，主就没不能走，而不能走斜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有在入中论里面不是有准备跟点拨吗？准备，藏文你们有发觉到吗？准备跟点拨，准备出拨，点拨出拨。我们上入中论的时候，这个字会出现，准备啊，是假的。虚妄，有虚妄嘛，对不对？对，虚妄。准备了，那我们这边是直接翻成斜路就可以啊。那在经典里面会用这个准备了的主句米就不能走斜路啊，所以转折这个来也是这边用的是转折句。你们再造句一个转折句的，这个用来的。没有什么句子吗？常不许，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人只会变老，不会变年轻。这不是转折哦。正确了。说真话不能可以，你那个是可以转折啊。人只会老，不会变年轻嘛。米罗搞我给我来，老呢穷了主就没，不会变小，不会变年轻啊。这个可以啊。米人性，米人性，
给吧来米人是给吧来米人是给吧来选的主角面选的年轻嘛是米人是给吧来选的主角面米人是给吧来选的主角面人渐会老不会变年轻人性就是渐嘛没人性给吧来选的主角面给就是老的意思没人性给吧来给是有老的有没有放有那个前加字给老的这个有没有再放前加字人会渐老不会变年轻这也是一个转折句没有嘛你先查这个大概是给没这是在前加字再加一个前加字没有吗选没有因为都没有这个字给对啊有对有这个字变老的意思吗对啊人会变老不会变年轻对选年轻选对然后他刚才给对对这就是可以当成转折句，可以用来当转折句了。那我们再看这会儿，公啊，看了，胖君呢？公啊，看了，胖君呢？恰把你嘞，先记中，公啊，看了，胖君呢？胖君呢？恰把你嘞，先记中，公啊是蛋嘛？光是蛋，那看就是天空，空中难看，
南克的那个克就是天空，胖就是人，胖主那就是一个否定嘛，不是，就是为，就是讲的是，如果拿胖主那是如果或者肉，如果鸡蛋扔向高空中嘛，如果鸡蛋扔向高空或者空中，那只能什么呢？只能恰吧，就是差不多就是破掉，或者是粉碎。摔的粉，只能是这个摔嘛，是吧？摔的粉碎。这个地方啊，只能碎。藏文是恰把你来写米珠，就是只能摔的粉碎。除了这个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一个结果。写米珠，这咸记种，你要只能是碎，只能是摔得粉碎。咸记种可以啊，咸记种是不会有其他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咸记种就是怎么会有其他？对，只有这个结果，没有其他结果的意思。咸记种，其他会有什么会出现？除了摔了以外，什么会有出现？咸记种。所以只能粉碎，无有其他。如果是按照藏文的话，只能粉碎，无有其他。所以这个列是转折的，应该是一个转折来形容。这整个句子里面都是它的列的作用是一个转折句。强度呢？这是句来写面。强度呢？喝酒的话，只能会醉，没有其他的。强度呢？这是句来写面。没有其他。是吧？可以。高空去的时候，它只能会变成粉碎，没有其他的。对。就是没有其他的变化了，就是只会粉碎这样子。这个意思。독숨 마빵나 코와 루줄레 셴메 독숨 마빵나 독숨 산두 독숨 마빵나 不断三度 독숨 마빵나 코와 루줄레 셴메 只能轮回，无有其他。可以吗？这个독숨 마빵나 코와 루줄레 셴메轮回只有痛苦，没有其他。
如果是轮回的话，科瓦尔，然后科瓦尔东耶，科瓦尔东耶嘞，嘞。科瓦尔东耶嘞先，科瓦尔东耶嘞先见没头，其他什么都没有。先见没头，科瓦尔东耶嘞先见没头，也是来嘛，东耶嘞先见没头。土松马帮呢？科瓦尔主机嘞先没，刚刚讲到的土松马帮呢？土松没崩呢？土松没崩呢？土松没崩呢？科瓦尔，土松没崩呢？科瓦尔主机嘞。先没头，土松马帮的科瓦尔主机嘞先没头，不断三毒，只能轮回之外，其他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从格用法啊。我们从格的分类，这边最后的是，它是其实是一个转折嘛，是不是？转折句。那这个转折句之外呢，这边是从格的连助词用法是连接，它有连接，然后有这个主语，用主语代表前面有个主语来的用法，是不是？你看这三个分类是在技术里面这个数网论技术里面没有显现出这个分类啊。那这个什么分类呢？状语应用方式你看这前别词的就也是前别词的。你中国我来看这这看对了呢，这可能也没有这个状语的分类啊，在数网论的技术里面没有出现。这个有起止技术里面就有对起止的分类，从这边开始就技术里面有起止这个所谓的助词呢。用法起止的那起止可以分好几种，对不对？分5个嘛。还有呢，这六把单前别词的就是起止与结构助词的2种。那起止是我们讲过了那再来是比较，那比较有2种，也是技术里面也提到。那这分异类的比较跟同类的比较，是吧？好吗？同类的比较，然后有什么呢？它就有，这个也是比较比较的说法。然后是原因从个总共别句，
这个地方就会讲到是什么？真从格跟思从格，但是这个地方呢，不是真从格跟是这个讲理由，这是讲原因。这个原因这个分类也技术里面没有。这从格的里面的那个来这个助词，它也可以当做原因。这几个也要在里面看论经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个技术当初我们是不是一个同学在问的？是不是？他问的。然后炳强也看了那个句子是从哪里？它是什么？哪一个句子？实地经里面的一个寄送。那实地经，我那个当初我这讲到是释量的，好像是释量里面引实地经的那个寄送来叙述这个。其实这个寄送就是实地经里面，实地经里面的寄送。所以这个是来这个助词当做理由来说。那就是这个思从格思从格，然后这是真从格，所以这是就是所以就是从格它分类比较多的所以它用法也是蛮多的。所以这一类的用法稍微掌握住的话，那就是看经典看论点的时候，分析上面是会有帮助。这个了解义理。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本来是今天有新的那个教材，对不对？有发了吗？那个颜色会不会印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黑黑的？会有影响吗？比较不好写字上去但是这个还好，反正是起手就这样看。如果这个颜色你要写笔记就比较不容易写。底色如果浅一点比较好写字上。对，往后那个底色，我有时候不会注意到，有时候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有时候底色可以改，忘记，有时候平音对，有时候底色可以，我发的那个如果是底色不恰当的话，帮我改。OK， 修行八颂。大年心间他们见啦，一心努不来拉白，这里有个来嘛屯州这边381，大都700真把小。看到苏丹这边在当年归来面大心，写了300他81，超度700真把小。觉他们归到人与啦，到起女母见嘛他，大仙毛绒这边呢，真的多年多把的小，还是做不到嘛？这还是继续努力。人心跟别心间你。地根差不多能通在人间跌宕切把心，你把高位渐渐小。打了先给插到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200档，这个线了比我小。看了大给偏大呗，让我叫我看心去，心都米里女钱啊，心眼坦白的到我小。
多难我当举把伊，偏的马南滚了住，马伊那当东眼滚，三万大了两把的小。这大滚将去野鸡，东北地面马把心，去跟就马的西北了，西面前往来这小。好，谢谢。刚好8点。晚安。公墓的嘞，公主的嘞。